永安旅遊帶你感受張家界、鳳凰古城、長沙嘅最新面貌。先帶你暢遊張家界國家森林公園，到袁家界搭上白龍電梯，登頂欣賞大楓林神奇美景，再乘索道到天子山遠眺宏偉山景。重本包遊天門山國家森林公園，乘世界最長高山客運索道天門山索道，再踏足玻璃棧道，感受赫斯特台形地形嘅舉世罕見。打卡張家界網紅景點至72期樓，漫步長沙繁華大街，感受現今長沙市井生活。走入鳳凰古城，特別安排沱江泛舟及苗阜體驗，細心安排入住鳳凰國際品牌溫泉酒店一晚，更多時間欣賞古城日與夜。走訪簡博物館、骨子洲、太平街、波子街，認識張家界、長沙從古至今嘅蛻變。